咱来看圣经，掀开圣经，传道书第3章11节，八月里第752页，伫旧约哦。台语伫729页，和合本伫797页，传道书第3章11节。这敢若一站吼，咱做伙来共读。上帝造万物，各照伊的时，真做美妙。搁将永远的观念下伫人的心，总是上帝对头到尾所做成的，人袂会测度伊。咱搁来看另外一节的圣经，是伫马可福音第14章22节到25节。八月里伫新约57页，台语58页，和合本69页。显着我来强读。因在这个时，耶稣摕饼祝谢，就掰破，互因讲：摕去，这个是我的身躯。旁杯祝谢，互因，因拢啉。耶稣甲因讲：这个是我的血，就是盟约的血，为着侪侪人来流出的。我实在甲恁讲，打了后，我无搁啉葡萄汁。听候迄日，我啉迄个新的，伫上帝的国。愿上帝话点伫咱的心内。讲道，请陈牧师今仔献诗赞美，请妇女圣歌队。
讲道请陈牧师讲题是永恒的现在甲未来。各位兄姐，大家平安。欢迎咱大家会当参加来赴主的宴舍，来坐主的道，来领受伊的恩典。今日牧师有读两位的圣经，一个是《传道书》3章11节，这是要讲上帝有将迄个永远的观念刻伫咱的心内，所以咱伫即个所在接触这道，咱就是期待到伫永远将来伫新天新地时，咱会当赴羊羔的宴舍。咱也读一段马可福音主设立圣餐的时所讲的话。我用一个题目讲永恒的现在甲未来，表示现在也是会当透到永恒，咱就是有未来会得到永恒。我相信咱会感受到即马世界变化非常的大，非常的紧。这差不多伫有人类的历史，伫这地球可能毋捌像即马的状况。变化得太紧，紧到会使讲人应付袂起，人应付袂起。假使你即马举一支手机你这手机你若动拢要看你迄个会使讲无食无困逐工你看袂了。所以这影响到人的生活是非常非常大，非常大。人若伫即个中间，袂晓当真拄好的来面对即马这时代变化，免来伫即个变化中间找到你的位置，讲找到你应该设定的即个界限人愈来愈歹过，日子愈来愈歹过，人愈来愈正力即马人犯着即个忧郁症的人愈来愈侪。迄足煞人就咧讲确实有影，确实有影。有时咱家己嘛不知不觉，咱有时有某种的倾向，咱嘛是毋知咱逐个人看，逐个拢是正常人，但是咱嘛毋捌拄着讲，这人较会安尼，伊较有一款反应。咱向也毋捌想着讲，伊到底嘛有啥问题无？有人长期受到这个失眠的困扰。人无困法偌艰苦，甚至迄个年纪愈来愈少年，伊嘛有迄个忧虑的情绪足侪因为即款的快速的变化，无拢适应为人感觉足消沉，为人感觉即马进入伫即种的世界毋是实在的世界，是一个迄个虚拟的世界。人甲人中间。迄个关系有芥末，足容易有芥末，所以感觉真孤单。有时感觉改成家己毋属于这个世界，无拢融入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变做，互人真歹入去，真歹适应。所以有人就一定行袂出这个世界这款的变化，生命的无常。所以对世界到底。有真正的公平，有真正的公义，还是有真正的喜乐，有足侪物件，伊感觉讲足困扰。最近我相信伫咱的电视进前足大的一个新闻，就是有一个基督徒的艺人叫做艾辰，40岁，当时在隔壁的这个种女朋友王彤嘛是艺人，要登记这个马来西亚要正式结婚了，但是时间都未到，等未到。伊伫迄罗州迄结婚买几楼？3楼几楼？7楼跳落来。足侪人咧甲地呢，是咧甲保护咧，想看，但是嘛保袂掉，嘛保袂掉。
这个悲剧发生当然你甲看，对伊的厝内人，对伊的女朋友，伫演艺界人，大家够可能这才有才情40岁才有唱歌，才有表演，从少年过去唱歌拢冠军但是你哪会想到讲伊的人生嘛会行着路为着压力，为着啥物？为了食酒为了啥物？到尾含到伫即种的迄个控制，到尾精神会产生足侪问题。后来佫去互贵妇心。兄弟姊妹，咱想讲贵妇心这个代志，这是虚假的，这也无真实的。拄着人，迄是真实的；拄着人是真实的。我都捌讲迄个动机去互社人甲上伊的心的时候，阮做兵一个为桃园走转去甲溪州伫军中20几个甲离袂掉迄就是有社人迄是真实的。我的大姐夫去互社人有心的是台北市做3年这是真实的，毋是无啦。这个爱情就是犯了即款的代志，后来伊只有来信主，靠着主的开力，伊个动机若来信主，才有法通抵挡伊的邪灵，若无伊无法度。我的二姐夫毋知影甲传福音也毋知伊是动机伊无爱去做动机尔，一工就死。邪灵的开力足大，但是王武聪牧师讲迄个所有伫中寮迄阵做动机惊到要死的人足侪咧甲迄个来信耶稣了，甲跌落头绑。主耶稣伫有关联，靠主耶稣咱会得胜，这会歹咱拢会赢过。但是你若甲主耶稣有迄个信心，你就有迄个结连。所以，互咱感觉世间若无一个中心，若无一个方向，人活伫即个世界是日子开始食歹过人生哪较像苦海。即个世界变化足紧的。即个一个未来学家叫做 David Hall 伊讲地球已经15万吨，有影无影我毋知啦，15万吨。50吨平均的寿命来计算咱已经经过3000代，3000代。伊讲其中200代完成农业的时代。200代进前遐免讲你毋知半项，到底嘛是安怎嘛毋知。200代完成农业的时代，6代完成工业的时代。6代表示300吨啦，工业拢大概完成啊。咱的工业大概300吨前但是咱1代就完成这个资讯的时代，资讯。即马这个资讯的时代看你要爱什么物件，一个手机看用了偌济物件。古早你要这比一个图书馆，比啥物较济？所以人类就是面对一个讲要转折就是要转弯的时代要面临这个新的世纪、新的转型，伫这个中间，人要去适应，就是佫足艰苦的。伫农业社会要进入工业社会，要适应，一段足艰苦。即摆工业社会进入这个资讯的社会，足不容易。咱若去看迄个TED， 还是这个 YouTube 你会当知即款的世界变化全球61亿个人咧用手机即马一支这个 iPhone 的计算力比较早当年这个 NASA 美国这个太空总署迄个火箭要登入月球的迄个计算力一支手机的计算力比伊更较强足济咱即马拢活伫真实的世界，甲迄个模拟的世界、虚拟的世界，就是无真实，但是伊存在的世界。过去咱咧想的代志，足侪物件拢袂适应新的思考无限量你爱免发展毋知影，即个变化天翻地覆，各行各业拢咧转变，大家拢爱开始去适应。即马咧印物件已经3D 列印
3D。所以咱咧甲恁画图诶，这设计师咧画图吼，甲你画你甲你模仿起来，就是你互你看了足满意。你即马要大诶厝，安尼袂当100%，但是足接近诶即款诶即个人工诶智能拢足机器人取代人愈来愈济人诶寿命愈来愈长。一方面人实在愈来愈好命啦，毋过愈来愈歹适应。医学足进步，人诶生命愈来愈长。可能会活到125岁。圣经讲活到120岁，但是咱现在活到125岁，可能会超过不管讲咱是长辈少年的你有权柄，还是足普通的人，其实咱拢是咧朝着一个人生有意义的道路，有意义的道路。但是伫即卖的时代，你要超车，安怎去超车？可能你会感觉足歹去超越，好像甲用无拢进入伫一个迄个隐形的轨道的顶面啦，找袂到迄条路这是即马即个时代，兄弟，咱今日要甲主这道特别咱读主耶稣伫设立圣餐的时所讲的话，这个话咱会当来思考伫即个22节讲，因这是耶稣摕饼祝谢，就掰饼，互因讲，摕去，即个是我的身躯。伫即个盘过节，犹太人就是拢是家庭的主人负责伫遐咧掰饼。掰饼，即个主人伫咧即手中伊会伫讲这是咱的祖先伫埃及所食迄个苦难的饼。咧讲历史，摕即个饼，所以主耶稣现在是过去从出来及以来，就拢因就是盘过节拢咧摕饼伊讲摕的饼就是即个饼，这有历史，对古早现在到将来，因嘛是个安尼，即个饼摕伫即个手，即个饼咧象征，即嘛耶稣甲掰开象征，讲这个是我的身躯。甲掰开耶稣的身躯，就是伫十字架顶为着咱那个受疼你共款立贵的即个身躯咱要去食即个饼，就是要食伊的身躯。当然，就是要去分享咱的主耶稣基督，伊为着咱来拍破伊的宝体所做成一切上帝伫伊的身躯顶做成的，所以要收束互咱的一切。所以伫即个照即个福音书记载，像约翰福音特别即个时阵，卖主的犹大大概已经出去，伊无在场。咱就读约翰福音13章，可能咱会知影即个时阵，主耶稣设立即个圣餐设立即个道新约的即个宴席来取代旧约即个盘过节的宴席佮讲这才是真正的盘过节的宴席。犹太人水路在地会当过红海，会当来得到自由。今日咱透过主耶稣基督，咱才互这个世间捆绑互这个罪甲咱捆绑做路在，咱会当接到主耶稣基督的救恩，互咱会当得到脱出，互咱会当搬过，互咱会当得到自由。所以23节讲，伊旁杯祝谢，互因拢啉。照犹太人即个盘过节的即个习惯食无甲饼以前，就爱食苦菜因着佫会有即个杯有啉即个杯即个杯是咧象征苦杯就是因咧食个无甲饼甲羊肉，因佫啉即个苦杯，但是即个苦杯透过咱的主耶稣基督，互咱啉的杯，就是佫即个转换，透过主耶稣基督十字架救赎的恩典，即个苦杯变做福杯，佫会当福杯满溢即个杯
其实就是咧上帝，咱伫上帝面前，咱应该得到的分业，得到的分业。啊，罪人的分业是啥物？罪人的分业就是生气的杯啊，当然就是苦杯啊。但是主耶稣基督已经为着咱啉这个苦杯啊，所以伊这个杯就已经比苦杯变做福杯。兄弟姊妹，咱即马所领受的，是透过主耶稣基督啉的迄个苦杯，伊互咱苦杯变做福杯。伊所流出的这个血已经洗清咱的罪，互咱的罪得到赦免，互咱会当来得到伊的救恩，得到伊一切上帝要互咱的好的分业、天顶的基业、一切福分，拢伫这个内面。所以这个杯就是救恩的杯，救恩的杯，救恩的杯。240，耶稣甲因讲：，这个是我的血，就是名誉的血，为着最人流出的。主的身躯为着咱拍破，主的宝血为着咱流出。这就是一个立约的凭据，信约的凭据。透过定十字架基督，互咱来领受这个新约的福分，新约福分。所以咱咧圣餐的时，咱讲，恁逐摆食这个饼，啉这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咱逐摆食这个饼，啉这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咱安尼行，是为着要纪念伊。所以25节讲，我实在甲恁讲，打了，我无过啉葡萄的汁。天后迄日，我啉迄个伫新的，迄个新的伫上帝国。咱咧擘饼，咱咧啉杯，咱是充满着一个愿望，就是咱要伫咱的上帝国的内面，当迄个新的日，咱会当甲主斗阵，会当啉伫迄个上帝国内面。这是将来日子，就是伫迄个千年王国的时，迄得胜者会当甲主三甲坐道的日子。咱来读马太福音第25章就有记载。所以咱今日咱要甲主坐道，就是咱爱搁一遍来结认伫基督十字架的死，互咱进入伊的国度的时，咱会当来甲伊三甲坐道。这就是咱所咧期待，咱要领受到这个永远的这个福气，永远的福分。这就是一条咱要得到这个福分的路。兄弟姊妹，时间有过去、现在甲将来，这个将来是透到永远，透到永远。咱袂永远活伫过去，咱也袂拢活伫现在。咱也毋是干那是未来就到遐，到底未来有足侪未来是倒一个未来？若毋是永远的未来，迄个未来敢是未来？这就是咱免过伫永远的现在甲未来。咱咧坐主的道的时，咱伫即个时间上，咱就要有一款的体会。所以伫即个希腊字内面即个时间分啊真清楚。头一个你的时间 ，chronos 就是这个具体世间的时间、生命的时间、咱的行动的时间。这个时间会当分别进前甲后面，这个时间已经过去啊，这个咱这个已经，这个代志的进前的时间，这个代志以后的时间，进前就进前，以后就以后，未到就未到，过去就无去啊。会甲你做一款的差别，咱也无时间观念咱就做一款差别，主前主后这种时间。搁另外一个，这个开罗斯就是，迄个转眼就会消失的，转眼就会消失的，有时这首就过，重要的瞬间，这咱就是讲叫做机会啦，叫做时机啦。这个时机你抓无调，这个瞬间你要过去啊，袂赴啊，你已经袂赴啊。所以伫这个传道书9章11节讲
我来看这个传道书吼，9章11节安怎讲呢？这个传道书9章11节吼，迄个我用白台语来读吼，9章11节伊安尼讲吼，伊讲我搁迄个活顿想，伫光下面。熬走的无的确会成功，熬走的无的确会成功，有力无的确会赢，智慧的无的确会得到美娘，明理的无的确会得到好业，技巧的无的确会得到稳定。因所拄着拢在伫时机甲5年的，那中文讲机会啦，临到伊的机会啦，时机，你着即个时机。5年的就是，迄个时阵才有啦。你拄仔去拄着，你破病时你拄着即个医生，拄仔对你有帮助。你咧困难的时拄着即个人会当甲你帮助。你毋知要倒去的时，拄仔有人甲你指示要去的路。即档代志会发生哦。看若是5年哦，迄就是机会啦。你有迄个机会无？所以咱有时当代志就是。爱祈祷，有时迄个机会咱都抓袂牢，有时迄时机咱都找袂到，有时咱要安怎会当安尼，咱毋知影，所以咱就变做讲，咱爱把握机会，咱甲主坐道，这嘛是即个机会，我嘛是爱把握即个机会。兄弟姊妹，人拢是单单咧注意时间，无咧注意机会。这机会最好个，佮毋是讲即个机会，佮有一字叫做哎呦，这就是永生，这就是永恒。约翰福音特别足爱用这个字啦。这个时间就是无始无终，是讲拢存在，永远袂无去。什么永远袂无去？世间的物件拢会无去，拢会过去，拢会变化。但是这个永远无去的，就表示足有价值的，足重要的。所以咱有迄个永远的画面，这就是足有价值的、足重要的，就是这个哎呦，可惜人拢足惯是见想过去流连伫过去，佮对未来足烦恼安尼毋过对现在佮有些无爱去面对佮安尼应付安尼人生好无？当然毋好。敢若流连过去，挂入未来，即马搁敢若应付，这个无好。所以咱要期待一个较好的未来，是讲咱会当期待一个咱会当进入的永恒。咱袂当用逃避的心态对于眼前的烦恼改成搭一块膏药打落了就毋知了，就改成袂听共款，迄是无可能的代志。咱袂当安尼做。咱大概伫即个疫情爆发以来迄个大部分咧看诊的拢甲即个疫情有关系较济啦。所以到这疫情当时要过去，即摆生活会变做安尼，都想讲会过去佫无过去，即要过去伊佫未过去。照即个指挥中心讲，咱至少还佫1、2冬这才会迄个感冒的，那个感冒的流行化。1、2冬了，卖过去无我嘛毋知，这大家拢毋知。所以大家足苦恼，所以大家就想讲想我过去偌好诶，都当咧过去偌好，因为过去这个回忆就是充满了色彩。咱若看过去翕过水的相，搁摕来看，哇，迄阵安尼看到安尼，遐少年看到遐水，看到感觉足好诶，当代志拢完美过去咱拢要想讲要倒转去的时间，但是迄个袂过来。未来嘛是咱会写充满了真侪真甜蜜的想象有人讲甲像迄个甜甜圈外口用迄个糖落去，食得足好食那个透明的玻璃汤毋过你都物件看足介意，毋过摕袂到。这未来就是安尼食水，但是都无熟才到。过去拢是上水的，未来拢是搁较好的。但是咱毋是讲干那伫遐挺台，摊海，还是讲咱咧想过去，毋是安尼。
咱要等待一个上好的时机，你若等，永远等袂到。有时你若对你的朋友，还是对还未信主的人，讲，某某人，你甲无爱来，甲阮来认捌即个信仰啊，来了解即个，听即个福音，了解即个福音。伊会讲哦，我即马都无迄个感动，检在将来有一天哦，无甲来啊，顺其自然啦，顺其自然啦。真侪人哦，拢是选择现在，拢是被动咧等待看有迄个时机，有迄个感动无？啊，到有迄个需要无？但是，我今日我读迄个经文，迄个经文讲哦，上帝造万物照伊的时，诚做美妙，佮将永远的观念刻伫咱心内。毋过对头到尾吼，人都袂当迄个参透，人都毋通了解，都无法拢知影。你哪会知影讲？你即个今世，你即马到底？人存留伫今世，啊死伫今世，啊到底即个死亡甲明仔载到底是明仔载会到，还是死亡会到？倒一个先到？有人知影无？无人知影。即个爱情哦，伊刚要掉落去，那会安尼？我相信哦，包括迄个王彤可能袂去讲要过去迄个啥通告去拍戏。无想到，大家想讲袂，所以聪明人就是爱掠掉迄个机会吼，主动去出击啦。但是大家人拢目睭年纪吼，想讲看我会诚做迄个幸运的人无？兄弟姊妹，有人想讲永恒是啥物？这也无了解咱也看袂到但是对永恒来讲，死亡就是一个真实人。为人想讲死亡该是真实，人就存伫即个世间，所以人就是为死倒转去考虑就会使。但是人敢是安尼尔？人有永远的观念，就是人有灵魂，人毋是今日即个死就煞，死就结束啊！这就是传道书要甲恁讲的，伊咧讲迄个各种永生，各有永生，但是伊叫做永远。永远的观念伫咱的心中，人就是为着这个永远来咧存在，咱也会存到永远所以咱若无永远，咱的现在、咱的未来，这变做拢是无意义的，变做拢是空虚的。这就是传道书咧讲的空虚的空虚，因为你都无永远，你拢会过去，拢会变化，拢会无去，可是拢是空的。兄弟姊妹，咱若出去佚佗的时，咱一定是大部分拢迄个规划迄个路线咧。咱若拢是到底咱的厝伫倒一角，咱要规划路线，要转来，应该为安尼行较顺路。咱若中间有出去吼，拢有一个路线。你若为市区的，你就坐中心的，你若这个乡镇的讲，你爱公山，咱拢有一个路线。咱要伫人生中间规个，咱应该有路线。有一个作家伊讲哦，此时此刻胜孝胜永远永远最小的胜到永远，就是你爱先有永远，你才会当讲现在，会当讲未来。所以现在的一切决定未来，嘛关系未来咱袂当干那过去、现在甲未来咧看待时间。咱就要为终局、为永恒来看待时间。咱的主耶稣设立这个圣餐，这就是一个名约，这就是一个永远的约。咱家己永远的关系，来咧看过去因的祖先，来咧看将来咱要进入伊的国。兄弟姊妹，这就是牧师要甲咱表达永恒的现在甲未来。当咱有永恒的时，咱的现在，咱就会知，咱就是要行永恒。咱现在会决定咱的未来，毋是讲咱未来会决定咱的永远。咱对未来一个开放，咱充满了希望，但是若无一个永恒，终局就是失望的，终局就是落空的。咱袂当美化过去，咱袂当敢期待将来。咱可能有足侪时机，咱嘛抓袂牢，但是咱有一个把握，就是咱伫永恒内面，咱甲主的关系。
兄弟姊妹，但每一个人爱有一个人生，到底我的终局是啥物？我要行去倒去？这是咱甲主坐道，迄个真要紧，咱来想的代志。牧师家己做一个座右铭，讲我用信心活伫现在，尽仰望迄个命运将来，但是用忍耐来经营咱的一生。咱会当活伫现在，咱会当迈向未来，因为咱有一个迄个将来永恒的愿望。时间的列车拢会为咱的身躯顶驶咧就过。时间咧无去，咱会感觉，但是咱的生命要消失，咱无法拢看见。未来安怎？咱唔知，但是上界要紧的，就是迄个永远的活命，迄个永远的活命，迄个永远的活命嘛，是你现在当下上界重要的一个决定。今日咱甲主坐道，求上帝帮助咱，互咱会当创造时间空间的主来恳求，求伊时刻甲咱三甲比的，因为圣餐的饼甲杯，互咱会当甲对死过活，这里全能上帝会宝座的正平，执掌王权永远的主会当搁三连结，互咱会当来揽这个永远的现在，也会当揽永远的未来。我若用迄个吴英明长老伊最近有写一句话，我感觉真好。这个世界不是我的家，只有上帝是我徛起的所在。一种听你永恒的关系，世代徛起的所在，永远的名誉，永存的愿望，上存的果子，望咱拢会当得到。参加来祈祷。亲爱的主耶稣，感谢你，互阮甲主坐道的时，阮会当想到主你设立圣餐的意义，也知影你创造阮人的目的，你创造阮，互阮有永远的观念。万物中间只有阮有永远的观念，所以阮就爱把握现在，毋是流连过去。阮就是爱仰望将来，但是毋是干那一个无永恒的将来，就是有永恒的将来。主啊，阮因为有永恒，有天顶的愿望，阮伫这个世间，阮就是要行迄条路。虽然这个世间毋是我永远徛起的厝，但是现在会影响到将来，即马会决定会影响到将来。主啊，会当伫上帝内面阮对这时会当到永远，一种听永远的关系。互阮成做逐世代徛起的所在，永远的名誉，永生的愿望，上存的果子。主啊，求你，互阮甲你坐道的时，阮较无这个，阮会当领受这个，伫你面前献上感谢，靠耶稣基督的圣名。这是咱要来甲主坐道。咱要来吟一首的圣诗355首，请咱来吟圣诗355首，请咱起立来吟。
兄弟，请坐。欢迎兄弟参加来坐主的道。所定兄弟姊妹，请恁注意来听主耶稣设立圣餐的话，就是照保罗所讲的。因为我对主收也捌传互恁的，就是主耶稣互人卖迄暝有提饼祝谢，八伊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今日来纪念我。食了也安尼旁杯讲，这个杯是新约，伫我的会室里面。既然啉的是着今日来纪念我，恁逐摆食这个饼、啉这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兄弟姊妹，这个时阵咱教主伫收回迄暝有提饼来祝谢，按照伊的圣模样，大声来感谢咱的上帝。最后所现在，阮照你的命令摆设这个宴席，为着要纪念你永远的祭司，阮谦卑恳求你，找圣神来圣别阮，充满阮，开启阮，圣别阮，会当才会摆在你面前所想做的正饼甲杯，互阮接受者的对神有份伫你的身躯甲保护。对伫你恩典的帮助，会通成做阮属灵的培养，也会成长伫你的恩典，通荣耀你的性命。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主耶稣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因逐摆食的是着今日来纪念我。咱要来请咱的长老来旁边，现在咱也已经。领设立入教会的陪伴者，咱拢通来领受主的圣餐。这是恩典的宴席，这是恩典的宴席，这是当互咱嘛对过去、现在到将来，直到永远。咱的主耶稣。对以色列伫埃及做奴才，因需要透过上帝恩典，上帝使者传会当搬过。这世间约侪可能带来的灾害、阻挡，但是透过上帝使者。互因会当搬过，咱的主耶稣就是上帝的囝，对天顶来做咱的中保，互咱袂当搬过这个最大来咒诅。透过主耶稣十字架恩典，拢已经甲咱拍破，甲咱除去。小等迄个张长老，咱即马有改变方式，改变方式来。
弟姊妹，咱圣餐有做这个改变，虽然加一道抽象，不过这是真有意义的，因为咱每一个人拢是领受的。好，咱来领受主耶稣基督的身躯甲宝血。兄弟姊妹，这是主耶稣基督的身躯为着咱拍破的。咱特别食的是，就今日来纪念伊，咱三个来领受。食了旁杯讲，这个杯是新约伫我的血色里面。今日啉的时，就今日来纪念我。咱来请咱的长老来旁杯。主耶稣对归永的人所讲恩典的话，恁既然着无担当的，就求困我，我要互恁安息。我是活命的饼，求困我的人决断袂枵，信我的人永远袂吹焦。求困我的人，我决断无气杀你。我徛伫门外拍门，听见我的声来开的人，我要入去求困伊，来甲伊食，伊也甲我食。要喙焦羡慕义人有去，因为因要得到饱。而且咱记着这个杯，咱会当伫主的面前祈祷。咱的上帝是永远的上帝，创造天地万物的上帝，想使咱时间空间的主，伊是互咱会当搬过一切，想使咱机会。感谢上帝，咱无将物件，毋是对主领受的，咱所有一切拢是伊赏赐咱的，咱就感谢伊，请咱来做。而且咱会当为这边有一个较长的所在吼，来拍开这个，因为即马这拢无足好开啊，运啊开，可能若有开袂起来吼，爱。使换还是啥物啊？还是边仔人会当甲帮忙一下，这真正就爱出一点仔力吼，较安全。摕去啉，这是主耶稣基督的宝血，为着咱流出所设立的新约。咱啉的是着今日来纪念伊，咱三甲来领受。像这你若有跳袂起来吼，小等下你才个叫长老甲你布者吼。咱逐摆食这个饼、啉这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愿主耶稣基督的平安，甲咱三甲彼得，咱三甲来祈祷。阮全心感谢无所不能的上帝，因为对你极大的疼，互阮领受你的圣餐，做培养阮灵魂真的食物。搁有阮明白你欢喜阮，疼惜阮，也知影阮真正是圣囝奥妙身躯的一体，就是受祝福忠实的信徒，也是你永远国度的后裔。主阮的上帝，阮谦卑恳求你，当阮搁一摆奉献家己，互你的时，求你感动阮，
率用你的慈悲帮助阮，互阮会当尽阮的本分活伫现在，互阮会当知影主你拢教阮三甲伫地，你永远无离弃阮，你牵阮的手行头前的路，互阮的未来拢伫你的同在内面，直到阮会当到伫上帝你的国，迄个新的日子会当甲你坐倒。主啊，求你帮助阮，互阮会当继续这个圣洁的交通，对打以后会当荣耀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咱要来请咱的长老来受圣餐的奉献。那这咱起立，咱来做圣餐的感谢。亲爱的主耶稣，感谢你，互阮会当甲你坐道。主啊，这是恩典的道。主啊，这是福气的道。主啊，因为你的身躯为着阮拍破，你的宝血为着阮流出。主啊，阮应该啉的这个苦杯，你拢替阮啉。这个苦杯变做福杯。主啊，救助变做福气。主啊，阮是何等的恩典，阮毋但干那流浪过去，阮应该在好好活伫现在。阮会当现在阮所做的决定伫将来，互阮毋是干那无远望的将来，主啊是永远的将来，是伫天顶上帝你美好国大的将来。主，阮感谢你，互阮透过这个圣餐的名誉，搁一遍甲你结连。主，阮多谢你。阮为着感谢你，献上阮的奉献，愿你感纳，也愿你祝福，也互这金钱成做圣的国度的祝福。感谢祈祷，靠耶稣的名。阿门。祝福车恳，圣诗401首。完全念主上帝，我求主永无天，主表我转变我，给心勇敢度万难，也把永主的名，永受恩典永无尽。我作了主上帝，保守主福永无停。祝祷，请陈牧师。愿平安的上帝，就是捌伫永远的约的会，对世人中带羊群的大牧者，咱的主耶稣搁起来，互恁伫当好事完全来行伊的旨意，搁对耶稣基督伫咱的心内行代志，得到欢喜伫伊的面前，愿荣光归伫伊，代代无煞。阿门。
遐济密岛避讳。